你信唔信？一個人值唔值得深交，同佢食一餐飯就知啦。甚至乎你未來嘅婚姻幸唔幸福，你嘅事業可以行到幾遠，你嘅積蓄剩到幾多，你嘅晚年係孤獨定係熱鬧，呢啲人生命脈一早已經刻咗喺你拎筷子夾餸，甚至乎咀嚼嘅習慣裏面。有人話呢樣嘢太誇張啦，食飯邊個唔識，邊個唔係由細食到大？但係我要話你知，越係日常嘅動作，就越能夠暴露一個人嘅本質。因為日常意味着放鬆，放鬆就意味着卸晒所有防備。你平時對住塊鏡練習嘅微笑，你喺社交場合刻意壓低嘅聲調，你為咗討好人而講出嚟嘅靚說話，呢啲喺飯台上面通通都冇用。飯餸一上台，筷子一到手，你嘅身體會代你做出最誠實嘅反應。美體小食呢餐飯嘅功夫裏面藏住嘅唔止係教養，唔止係禮貌，佢暴露咗一個人嘅性格底色、情緒穩定性、金錢觀念、人際關係模式，甚至乎成個家庭嘅根脈同氣息。好多人喺出面將自己包裝到滴水不漏，但係一餐飯落嚟，裏裏外外俾人睇得清清楚楚，佢自己都仲未知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徹底聊透呢個話題，準備好，我要開始講嗰啲可能令你背脊發涼嘅真相啦。聽完如果你有感觸，記得唔好忘記喺評論區打個受教啦，順手點個訂閱，因為呢個話題值得你反覆聽，亦都值得你分享俾你重視嘅人睇。尤其是嗰啲你正準備深交、正準備合作、正準備託付信任嘅人，等佢哋都睇睇呢餐飯到底應該點樣食，到底應該點樣睇。我哋中國有句老話叫企有企相，坐有坐相，食有食相。呢句說話流傳咗千百年，絕對唔係老一輩冇嘢揾嘢講。一個人嘅食相係佢遞俾世界一張最真實嘅名片，蓋唔到章，作唔到假。點解？因為食飯呢個動作係喺人最放鬆、最冇防備嘅時候發生嘅。人喺飢餓嘅時候，本能會佔據上風，所有後天刻意維持嘅偽裝都會被潛意識嘅肌肉記憶撕到粉碎。你係一個點樣嘅人？你細個被乜嘢家教餵養大？你嘅內心係富足定係匱乏？係急躁定係從容？喺你動筷子嗰一刻，已經全部交代晒。我哋先嚟睇第一個觀察點，亦都係飯台上最先發生嘅事情，睇下佢點樣動第一筷子。一群人正圍坐一台，有啲圓台好大，坐到10幾個人，餸仲未上齊，涼菜先至端咗2盤出嚟。有啲人就已經開始躍躍欲試啦。當第一道熱餸轉到面前，或者服務員剛將個盤放落張台，佢完全唔理人哋有冇喺度夾餸，亦都唔理轉台方便唔方便，更加唔理隔離係咪坐住長輩或者領導，直接伸隻手就將轉盤按住，或者迅速起身，將最大塊肉、最肥美嘅魚腩夾入自己隻碗，成套動作行雲流水，一氣呵成，快到你仲未嚟得及睇清楚，佢已經開始食啦。呢種人嘅心理畫像係乜？係匱乏感。但呢種匱乏感唔係指佢冇錢，亦唔係指佢食唔起飯，而係指佢骨子入面有一種急不可耐嘅佔有欲，同一份根深蒂固嘅不安全感。佢總係覺得唔搶就冇，唔佔就蝕底咗。呢種人你仔細觀察佢對眼，喺夾餸嗰一刻，佢個瞳孔係收縮嘅，注意力完全聚焦喺嗰件食物上面，周圍嘅一切人和事都自動被佢屏蔽咗，
喺飯台上係咁，喺利益場上更加係咁。錢財最忌諱就係一個急字。一個人如果連嗰幾秒鐘嘅口腹之欲都忍唔到，連等一個轉盤嘅時間都等唔到，你覺得佢喺巨大嘅利益面前，喺嗰個需要佢忍耐、需要佢等待、需要佢權衡嘅關頭，佢能夠忍住唔伸手咩？冇可能嘅。同呢種人合作，你大概率會被佢食到乾乾淨淨，而且食完之後，佢連一句多謝都唔會講，因為佢覺得嗰啲係佢憑本事搶翻嚟嘅。反轉嚟睇，我哋睇另一種人送上嚟咗，明明嗰道餸係佢最中意食嘅，明明佢今日都肚餓嘅，但佢唔會第一個動筷子，佢會先望下台上有冇長輩，有冇領導，有冇今日嘅主賓，佢會先禮節性咁將轉盤讓俾隔離嘅人，輕聲講一句你先請，或者等大家都動咗筷子，佢先至優雅從容咁夾起第一啖，而且夾得唔多，唔挑唔揀，夾到乜就係乜。呢種人有局氣。乜嘢叫局氣？即係佢知道自己喺呢個飯局係乜嘢位置，佢知道今日呢張台上面嘅主次關係係乜，佢識得規矩，守得住分寸。呢種人無論佢依家幾落魄，無論佢依家事業係咪喺低谷，你放心，佢嘅人生總有後勁，總有翻盤嘅機會，因為佢識得讓，即係予，有捨先至有得。佢將好嘢讓俾人，人哋心入面就記咗佢一份情，長此以往，願意幫佢嘅人會越來越多，佢嘅路會越行越寬。呢個係成大事者嘅基本盤，亦都係一個人福氣深厚嘅表現。我哋再嚟睇第二個觀察點，睇下佢點樣對待食物本身。呢個點好細，但係極其致命喎，就係睇佢食完飯之後嗰隻碗係乜嘢狀態。你睇下佢對台上面嗰碗白米飯嘅態度，呢個係最容易忽略卻最見真章嘅地方。有啲人食飯碗入面必然要剩低幾粒米，有時候係半碗飯都剩低咗，或者餸湯灑到到處都係，台面好似打過仗咁，紙巾掕咗一堆，骨頭吐到到處都係。佢完全唔在意呢啲細節，覺得呢啲都係小事，覺得我俾錢買飯，我想剩幾多剩幾多，我想點食點食。但係你要知道，喺傳統嘅觀念入面，碗入面剩低嗰幾粒米，就係你漏走咗嘅福氣。一粒米即係一滴汗，一碗飯即係一整日嘅勞作。你連自己碗入面嘅福氣都守唔住，你仲想去出面揸幾多財？你仲想賺下幾厚嘅家底？冇可能嘅。呢種人通常做事虎頭蛇尾，開頭轟轟烈烈，結尾潦潦草草。佢思維跳躍，望落幾醒目，點子好多，但好難將一件事做到極致。今日覺得呢個項目賺錢，衝咗進去，聽日覺得嗰個風口嚟咗，又掉頭走人，幾年落嚟一事無成。佢隻碗永遠剩低幾粒米，佢隻手永遠剩低冇做完嘅事。而另一種人食完飯後，碗入面乾乾淨淨，連一粒葱花都唔剩，米飯食到一粒不剩，餸湯用饅頭沐到乾乾淨淨，甚至乎連跌落台上面嘅幾粒米，佢都會不自覺咁撿翻起放入口。你咪覺得佢窮酸，你咪覺得佢小氣。呢個恰恰說明佢有一種對物嘅敬畏，佢知道食物係點樣嚟嘅，佢知道耕田幾辛苦，佢知道呢個世界上仲有好多人食唔飽飯。呢種靜氣係做任何事情嘅基礎。佢坐得住冷板凳，守得住寂寞，能喺一個行業紮根10年、20年。你如果揾一個咁樣嘅合夥人，
將個背脊交俾佢，你係絕對放心嘅，因為佢唔浪費，意味着佢珍惜你嘅付出，珍惜每一次機會，珍惜你哋共同創造嘅每一分價值。佢唔會亂燒錢，唔會亂投資，唔會今日一個主意，聽日一個想法，佢會將每一分錢都花喺刀刃上。呢種品質喺浮躁嘅商業環境入面，比黃金仲要珍貴。第三個觀察點，睇佢夾餸嘅姿勢同範圍。呢度有兩類人要格外留意。第一類，中意喺盤入面翻嚟翻去嘅人，一盤餸端出嚟，色香味俱全，大家正準備食，佢用筷子喺入面爬嚟爬去，好似喺度尋寶咁，非得要將下面嘅肉碎翻出嚟，將上面嘅香菜撥走，將個盤搞到亂七八糟。佢翻半日，終於揾到自己滿意嘅部分，夾走咗，留低被佢翻到不成樣子嘅餸俾其他人。呢個動作暴露咗佢性格入面嘅挑剔同自我，而且係一種深入骨髓嘅自私。佢習慣性咁覺得要食到最好嘅，習慣性咁要將利益最大化，習慣性咁認為自己比人哋重要。喺人際交往入面，呢種人極度勢利，佢交朋友都係有目的嘅。佢個腦入面有一本帳，佢會精確計算你能夠帶俾佢乜嘢好處。一旦你冇咗利用價值，佢翻臉快過翻書，翻完仲覺得你係活該。而且呢種人在遇到困難時最容易推卸責任，因為佢潛意識入面所有嘅錯都係人哋嘅，所有嘅好處都應該係佢嘅。同呢種人深交，你遲早會被佢算計。第二類，夾餸嗰時飛象過河嘅人，佢明明坐喺呢個位置面前就有幾盤餸，但佢偏偏要將筷子伸到台對面去，有時候甚至要起身跨越好幾個人嘅頭頂去夾遠處嘅一盤餸，完全唔顧及中間隔住嘅人，亦都唔理自己隻袖會唔會碰到人哋嘅飯碗。呢種人在現實生活中邊界感極差，佢分唔清乜嘢係你嘅，乜嘢係我嘅，乜嘢係公共嘅。佢可能第一次見你就隨意翻你嘅手機相冊，隨意進入你嘅房間唔敲門，隨意評價你嘅長相、收入、婚姻狀況。同呢種人深交，你會非常攰，因為你每日都要不斷去修補被佢打破嘅邊界，不斷提醒佢，請你尊重我。咁樣值得深交嘅人點樣夾餸？佢遵循一個極其樸素嘅原則，食眼前嘅，哪怕眼前呢盤餸只係一盤炒青菜，冇咁貴，沒咁稀有，佢都安之若素，食得有滋有味。佢就食手邊夾到嘅餸，轉盤轉到面前啦，佢夾一筷子轉走咗，佢絕唔會伸長隻手去救，就更加唔會起身去搶。呢種人有個非常寶貴嘅品質，安分。安分，守己呢4個字喺依家呢個浮躁嘅時代係頂級嘅情商。乜嘢叫安分？即係知道自己嘅位置喺邊度，知道邊啲事情該做，邊啲事情唔該掂，知道幾時該進，幾時該退。喺誘惑面前，佢能守住底線；喺混亂面前，佢能穩住陣腳。呢種朋友係你人生中最可靠嘅壓艙石。風浪幾大，有佢喺隔離，你就覺得心入面踏實。第4個觀察點，睇佢咀嚼嘅聲音同餐台上嘅音量。呢個東西好多人唔重視，但佢極其重要，因為它涉及一個人嘅氣。如果你隔離嘅人食飯咇隻嘴，飲湯呼嚕呼嚕響，隔咗8丈遠都聽到佢個嘴入面嘅動靜。食個麵條好似拉風箱咁，呢樣唔止係生活習慣唔好，呢樣喺傳統嘅觀人術入面
叫做氣散。乜嘢意思？即係佢嘅氣係向外泄嘅，係收唔住嘅，係完全冇內斂能力嘅。呢種人通常做事毛毛躁躁，心入面放唔低時，有1分錢恨不得使出2分錢嘅效果，佢好難保守秘密。你今日同佢講一個心事，聽日全辦公室都知晒，佢好難沉下心嚟讀書、思考、做規劃。你俾佢坐喺嗰度安靜10分鐘，佢全身唔舒服，佢嘅能量係耗散嘅，係低效嘅，所以佢嘅人生往往都係混亂嘅，缺乏秩序嘅。反轉嚟睇，如果一個人食飯安靜，咀嚼嗰時自覺咁閉住嘴，飲湯嗰時冇聲響，食麵條都係一根悄無聲息咁吸入去。呢種人嘅氣係內斂嘅，佢唔張揚唔炫耀，但佢嘅內心非常有力量，好似一潭深水，表面平靜無波，底下暗流湧動。古人講食不言，寢不語，唔係死板嘅教條，係因為食飯嗰時講嘢發出噪音，會打亂氣息嘅順暢運行，影響消化吸收，更會影響思維嘅縝密程度。你會發現嗰啲真正有本事、真正喺高位嘅人，喺飯台上往往話唔多，但每一句說話都在點子上，每一個字都有份量。佢唔需要通過高談闊論嚟證明自己見多識廣，唔需要吹噓自己識邊個大人物，唔需要炫耀自己最近又賺咗幾多錢。佢嘅底氣來自於佢食落去嘅每一口飯轉化成嘅骨血同氣力。呢種安靜而有力嘅人先至係真正值得你花時間去結交嘅。第5個觀察點，睇佢對待服務員、上送人、收碗人嘅態度。呢個係現代社交場合入面最容易令一個人現原形嘅環節。點解？因為服務員喺呢個飯局入面係處於低位嘅。服務員唔係佢嘅座上賓，唔需要佢討好，唔需要佢維繫關係，所以服務員成為咗佢一面照妖鏡。你會發現有啲人對同台嘅賓客客客氣氣，滿面堆笑，甚至點頭哈腰，哥啊姐啊，叫到親熱得很。但只要一扭頭望服務員，嗰個眼神瞬間就變咗，從春天直接進入寒冬，頤指氣使，嫌棄上餸慢咗，嫌棄盤子有缺口啦，嫌棄茶水唔夠燙啦，甚至因為一點雞毛蒜皮嘅小事就大聲呵斥，將服務員當出氣筒。呢種人嘅骨子入面刻住2個字：勢利。佢嘅世界觀係金字塔型嘅，佢認為人就係分3、6、9等嘅，佢認為權力和金錢就係衡量一切嘅標準，對上有諂媚，對下必有欺壓。今日佢能因為5蚊嘅服務費為難一個端盤嘅年輕人，聽日佢就能因為一點利益糾紛，將你呢個朋友毫白有餘咁賣咗。因為喺佢個價值觀入面，弱者係唔配被尊重嘅，而喺佢看來，當你對他冇用咗，你只係嗰個弱者。而另一種人，佢對服務員永遠都係溫和嘅，點餸時講多謝，上餸時講麻煩你斟水時，用手輕輕扶一下杯子表示回應。即使送上慢咗，佢都只係平靜咁詢問，唔會發火。呢種人骨子入面有平等心，佢唔覺得自己比邊個高貴，亦唔覺得服務員比佢低賤。佢知道大家都係出嚟揾食嘅，只係分工不同而已。呢種人先至係真正見過世面嘅人。乜嘢叫見過世面？唔係食過幾多山珍海味，唔係去過幾多國家，唔係住過幾多5星級酒店。真正嘅見過世面，係能包容世間百態，係能體諒人哋嘅不易，係唔以自己嘅標準
去苛責人哋嘅處境。呢種朋友厚道、靠譜、慈悲，你落難時佢唔會踩你一腳，反而會伸隻手拉你一把，因為佢嘅內心係溫暖嘅，係有光嘅。第6個觀察點，睇佢點樣對待盤入面嘅最後一塊，呢個係人性博弈最集中、最精彩嘅時刻。飯局快結束時，餸食到差唔多，盤入面仲剩低最後一塊紅燒肉，或者最後一隻蝦，或者最後一塊西瓜。呢陣時，所有人嘅目光可能都在不經意間掃過嗰個盤，但邊個都冇煽動。有一種人心入面明明想食到要命，但佢會扮客氣，個嘴講緊你哋食，你哋食，我食飽啦。但對眼嘅餘光一直死死咁盯住嗰個盤，喉嚨仲不自覺咁動一下。如果人哋真係聽佢講，將嗰塊肉食咗，佢心入面要鬧涼，臉色即刻就唔好睇啦。呢種人活得極度拧巴，極度虛偽，佢唔敢表達自己嘅真實需求，永遠喺度試探人哋，永遠喺度等人哋估佢嘅心思。同呢種人共事，溝通成本高到嚇人，你永遠唔知佢邊句係真話，邊句係假話，你永遠唔知佢個嘴講嘅木關子後面藏住幾大嘅怨氣。有一種人根本唔問，不管不顧，直接就伸筷子將最後一塊夾入自己隻碗，塞入個嘴，就巴唧兩下。呢種人係霸道型嘅，自私寫喺面上。佢唔在意人哋點樣睇佢，因為佢覺得搶到即係賺到。仲有一種人，佢會先環顧一圈，然後問仲有人想食咩？呢個幾好食。如果大家都搖頭，佢再動筷子，呢個已經算係相當有教養啦。識得尊重人哋嘅意願，但最頂級嘅係嗰種根本唔去掂嗰最後一塊嘅人。佢唔係唔中意食，亦唔係扮清高。佢嘅邏輯係，既然大家都冇主動去掂，說明大家都想要或者都唔好意思要，咁不如就俾佢留喺盤入面，保持一種有餘嘅狀態，保持一種意猶未盡嘅念想。呢種有餘係中國人幾千年嘅處世哲學，凡事留有餘地，話唔講滿，事唔做絕，財唔沾盡。哪怕係喺食飯呢件小事上面，佢都識得俾自己留3分，俾人哋留3分，俾老天爺留3分。呢種人嘅格局已經唔係簡單嘅教養啦，而係有道嘅意味喺其中。佢明白月滿則虧，水滿則溢嘅道理。最後一塊肉就係佢俾自己留嗰一點缺。有咗呢個缺，佢嘅福報先至能夠好似活水一樣源源不斷咁流進來。如果每次都要將最後一口食乾咽淨，即係滿咗就要溢，就要虧，呢個係天道第7個觀察點，睇佢食飯嘅速度同節奏。呢個係一個好能反映性格底色嘅維度。有一類人屬於暴風吸入型，食飯好似有人同佢搶咁，風捲殘雲，3下5除2，幾分鐘就排完一碗飯，餸仲未上齊，佢已經放低筷子開始剔牙啦。呢種人通常性子急，做事雷厲風行，執行力強，講乾就乾，唔拖泥帶水。但與此同時就係佢極度缺乏耐性，佢適合做執行層面嘅工作，適合做衝鋒陷陣嘅先鋒，指拿打那，效率好高。但如果你俾佢做長遠嘅戰略規劃，做需要時間沉澱嘅大局謀劃，佢容易因為目光短淺而踩泥。佢嘅事業曲線往往係陡起陡落，起得快，落得亦快。歷史上好多草莽英雄都係呢種類型，轟轟烈烈一場，然後迅速歸於沉寂。另一類人屬於細嚼慢咽型，每一口飯
都要嚼好耐，每一筷子餸都要細細品味，一餐飯可以食1個鐘頭。呢種人通常心思縝密，思慮周全，做決定之前會反覆權衡。佢唔輕易下判斷，但一旦下咗決定就很難改變。佢嘅身體入面藏住極好嘅定力，不容易被外界干擾。呢種人係天生嘅謀士、分析師、戰略家，但佢嘅缺點都好明顯，就係諗得太多，行動太慢。有時有機會就喺佢猶豫嗰幾秒鐘，你嬲走咗，容易顯得優柔寡斷，錯失良機。而最難得嘅係嗰種能快能慢、收放自如嘅人。工作忙嘅時候，佢能5分鐘食完一碗麵，絕不耽誤時間；閒暇嘅時候，佢能品一壺茶，飲2個鐘，享受當下嘅每一刻。呢種人具備好強嘅彈性同適應力，佢喺任何環境中都能生存。喺快節奏入面唔慌亂，喺慢節奏入面唔焦慮，能屈能伸，可進可退。呢種人嘅生命韌性極強，抗風險能力一流。遇到順境佢揸得住，遇到逆境佢扛得住。你如果遇到這樣嘅朋友，一定要珍惜。第8個觀察點，睇佢點餸時嘅細節。呢餐飯係邊個請嘅？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佢喺點餸呢個環節入面展現出嚟嘅態度。如果呢餐飯係你請客，你遞個菜單俾佢點，你注意觀察佢嘅反應。有一種人拎住菜單，眼皮都唔抬，專挑最貴嘅點，乜嘢龍蝦、鮑魚、海參，乜嘢貴點，乜嘢完全唔考慮你嘅預算，亦唔考慮喺嗰座其他人嘅口味同技巧。佢面上嘅嗰種理所當然嘅表情，會令你覺得佢今日嚟就係奔住呢一頓嚟嘅。佢呢個係喺度利用你嘅誠意去滿足自己嘅私慾。呢種人唔識乜嘢叫換位思考，喺合作中佢只會索取，永遠唔會付出。你俾佢幾多，佢都覺得唔夠；你對他幾好，佢都覺得你係應份嘅。有一種人拎住菜單翻嚟翻去睇咗好耐，然後問咗呢個問嗰個，你食唔食辣嘅？你對海鮮過不過敏？呢道餸你覺得點樣？嗰道餸會唔會太油膩？佢會照顧到每一個人嘅感受，反覆確認大家嘅喜好。呢種人在生活中往往係一個服務型嘅人格，佢習慣照顧人哋，習慣將人哋嘅需求放喺自己嘅需求前面。呢種人係好好嘅朋友，好好嘅伴侶，好好嘅同事，但佢有一個致命嘅問題，就係佢容易活得好攰，因為佢太在意人哋嘅睇法啦，太害怕人哋唔滿意啦。佢會為咗照顧所有人嘅感受而不斷委屈自己。時間一長，佢會內耗，會疲憊，會積累怨氣。而最值得深交嘅係嗰種精準點餸型。佢拎住菜單快速瀏覽一遍，心入面就有譜。佢既唔會點最貴嘅嚟宰你，亦唔會點最平嘅嚟幫你省錢而委屈自己。佢會根據人數點幾道分數搭配得當嘅招牌餸，冷熱結合，湯水齊全，再留出1-2道餸嘅位置，將菜單遞返俾你，話我點咗幾道，我覺得唔錯嘅，剩低嘅你嚟定，睇下有冇你特別想食嘅。呢個動作分寸感極好，佢既展示咗誠意，令你覺得佢唔係嚟蹭飯嘅，又保住咗你嘅面子，令你作為請客嘅人，最後仲有發言權同選擇權。呢種人識得平衡之道，佢唔佔人便宜，但亦都絕唔自輕自賤。喺人際交往入面，佢永遠能揾到嗰個最舒服嘅嗰度，同呢種人交往如沐春風，冇壓力，冇算計，
你唔需要小心翼翼咁去揣摩佢嘅心思，因為佢將一切都擺咗喺明面上。呢種人係你可以放心合作、放心交心嘅人。第9個觀察點，睇佢飲酒之後嘅狀態。雖然我哋嘅主題係食相，但在中國嘅飯台文化入面，酒係繞唔開嘅一個元素。食相睇人品，酒品睇底線。酒呢個號稱穿腸毒藥，但佢最大嘅作用係卸酒人嘅偽裝。3杯酒下肚，大腦皮層被麻痹，平時緊繃嘅神經放鬆咗，嗰個真實嘅不加修飾嘅自己就會慢慢浮出水面。有一種人一上台就拼命勸酒，自己唔飲或者只抿一小口，但帶住人哋往死裏灌，非要睇到人哋出醜，睇到人哋失態先罷休。呢種人講白咗，係想通過人哋嘅狼狽嚟獲得一種掌控感，嚟證明自己嘅存在感。佢嘅內心係虛弱嘅，係自卑嘅，佢需要通過呢種方式嚟填補自己嘅空洞。呢種人你最好離佢遠一點，因為佢嘅快樂建立喺人哋嘅痛苦之上，佢嘅心理係扭曲嘅。有一種人平時望落幾悶嘅，唔點樣講嘢，但只要一沾酒就變咗一個人，拉住你隻手唔放，一把鼻涕一把淚咁同你講掏心窩子嘅話，將自己由細大受嘅委屈、對領導嘅不滿、對生活嘅絕望傳導出嚟。呢種人內心積壓咗太多負面情緒，嚴重缺乏安全感，極度容易情緒化。作為朋友，你需要不斷地俾佢提供情緒價值，不斷地安慰佢、鼓勵佢。呢件事極其消耗心力嘅。你可以做佢嘅朋友，但你要做好心理準備，這段友誼可能會令你精疲力竭。有一種人飲多咗就安安靜靜咁瞓覺，唔嘈唔鬧，或者話變得極少，一個人坐喺角落頭入面發呆。呢種人內心防線極重，戒備心強，佢唔輕易讓人走入佢嘅內心世界。呢種人可以保守秘密，可以當一個好好嘅傾聽者，但你想同佢建立深度嘅情感連結，很難很難。佢就好似一座堡壘，城牆太高啦。而我最欣賞嘅係嗰種飲幾多酒依然能保持基本儀態嘅人。佢唔係唔會醉，佢亦都會上頭，亦都會面紅，但佢個腦入面嗰根弦始終緊繃着。佢唔允許自己胡言亂語，唔允許自己手舞足蹈，唔允許自己失態。呢種人對自己有極高嘅要求，甚至可以說有一種潔癖。佢對自己人生嘅容錯率好低，唔允許自己犯低級錯誤，唔允許自己有一絲一毫嘅不體面，所以佢做事往往極其嚴謹，極其自律。佢未必係一個有趣嘅朋友，未必會同你推心置腹咁飲酒聊天，但他絕對係一個靠譜嘅合夥幫，係一個值得信賴嘅戰友。第10個觀察點，睇佢食飯時筷子嘅擺放位置。呢個係一個極其微小但極其重要嘅細節，細到好多人完全唔會留意，但佢暴露咗一個人最深層嘅生命秩序。食完咗飯，筷子點樣放？有啲人隨手往碗上面一橫，有啲人直接往米飯入面一插，有啲人乾脆往台上面一丟，滾到邊度算邊度。筷子插喺碗入面，呢個係我哋中國飯台上面嘅大忌諱。雖然我哋唔談神鬼，但從禮儀上嚟講，呢個動作好似祭奠亡者嘅方式，代表着終結同不祥。一個人隨意將筷子插喺飯上面嘅人，說明佢對基本嘅文化符號，對幾千年傳承落嚟嘅禁忌毫無概念。佢唔係故意冒犯，
佢係真係唔知，真係冇所謂。一個成年人如果對傳統文化連最基本嘅敬畏之心都冇，咁佢做事就容易冇底線，因為佢乜嘢都唔信，乜嘢都唔信嘅人係乜嘢事都做得出嚟嘅。而識得喺食完飯後將筷子輕輕放平喺骨碟上面，或者整整齊齊咁擱喺筷子架上面嘅人，說明佢做事有始有終，有條有理，講究秩序。佢嘅生活同工作大概率都係收拾得清清爽爽、井井有條嘅。佢嘅抽屜係整齊嘅，佢嘅文件係分類嘅，佢嘅時間係規劃嘅。呢種細節細到可以睇一個人嘅生活習慣，大到可以睇佢成個生命嘅運行秩序。一個連筷子都擺唔齊嘅人，你能指望佢將項目管好，將團隊帶好，將家庭理好咩？很難。睇到呢度，你可能已經意識到食相呢個嘢係極難偽裝嘅。點解？因為它唔係你臨時抱佛腳學2日就能改掉嘅，它係你嘅原生家庭喺你生命最初嘅10幾年裏面，一餐一飯，日復一日刻喺你身上嘅最深印記。一個細路食飯嘅樣子，幾乎就係佢父母食飯樣子嘅翻版。如果佢食飯時發出好大嘅聲音，唔係佢嘅錯，係因為佢嘅父母可能從冇教過佢，佢嘅家庭環境入面冇人覺得呢樣有乜問題。如果佢從小食飯嗰時總將中意嘅餸端到自己面前獨佔，係因為佢嘅父母、爺爺奶奶、外公外婆都圍住佢轉，將佢當小皇帝公主。佢從小就被溺愛，以為全世界都應該圍住佢轉。如果佢食飯嗰時總是畏畏縮縮，夾餸都唔敢夾，筷子伸出去又縮翻嚟，可能係因為佢從小生活喺一個充滿挑剔、指責同否定嘅環境入面，佢唔敢表達自己嘅需求，唔敢主動伸手去拿自己想食嘅嘢，因為佢害怕被鬧、被拒絕、被否定。我哋透過一個人嘅食相見到嘅，其實係佢身後嗰整個家庭嘅影子。呢個係一個人嘅來處，係佢生命最初嘅土壤。但係呢度我要講一個極其重要嘅轉折，睇人唔能夠只睇來處，更要睇佢嘅去處。一個人嘅原生家庭決定咗佢嘅起點，但真正決定佢人生高度嘅係佢冇掙脫嗰個起點嘅能力。我見過一啲年輕人原生家庭食飯嘅習慣相當糟糕，父母食飯大聲邊隻嘴，滿盤子翻餸，從唔顧人哋嘅感受。但呢個年輕人出門在外，喺社會上摸爬滾打幾年之後，你再睇佢嘅食相，完全變晒情。佢開始注意餐台禮儀啦，開始識得照顧同台嘅人啦，開始安靜咁咀嚼，優雅咁夾餸啦。呢樣說明乜嘢？說明呢個人擁有極其強大嘅自我革新能力。佢意識到原生家庭俾佢帶來嘅嗰啲東西係唔好嘅，係阻礙佢向上行嘅。然後佢硬生生地將自己掰翻正，佢脫離咗原生環境嘅引力，掙脫咗嗰個舊有嘅軌道，開始重塑自己。呢種人係真正嘅狠人，因為佢能克服自己骨子入面嘅惰性同惡習，佢能逆住自己幾十年嘅本能往前行，佢能跟自己嘅過去一刀兩斷。呢種人嘅前途不可限量。佢今日能改變食相，聽日就能改變命運。反轉嚟睇，我都見過一啲人家境極好，從小被培養到溫文爾雅，食相無可挑剔，但佢總係俾人一種拒人於千里之外嘅感覺。你覺得佢離你特別遠，好似隔咗一層玻璃，佢太完美啦。
完美到令你覺得自己唔配同佢坐喺一張台食飯。呢種人嘅食相雖然好睇，但少咗最重要嘅煙火氣同溫度，佢內心可能係冷漠嘅。佢講規矩唔係為咗尊重人哋，係為咗隔離人哋，係為咗維持自己高高在上嘅優越感。呢種人你可以同佢做生意，但很難同佢做朋友，因為佢嘅世界入面只有規則，沒有情感。所以真正嘅高手睇人，睇嘅唔係表面上嘅好或者唔好，係那一層表象之下透出嚟嘅氣息係溫潤嘅定係冰冷嘅，係敞開嘅定係封閉嘅，係活生生嘅定係僵硬嘅。講到呢度，我可以教你一個總綱式嘅方法，一個終極嘅判斷標準。呢個方法可以幫你快速判斷眼前呢個人同你到底合唔合得嚟，到底適唔適合深交。呢個方法叫做同步率，好簡單，但你試過之後會發現準到恐怖。下一次你同一個人新識嘅人食飯，你唔好一直盯住佢嘅臉，睇佢嘅表情，呢樣會令佢不自在。你揾個時機閉上對眼，哪怕只係幾秒鐘，去感受下佢食飯嘅節奏，同你自己嘅節奏係咪喺同一頻率上面？如果你係一個食飯偏慢嘅人，中意細嚼慢咽，享受每一口嘅滋味，而對面嗰個人筷子如飛，風捲殘雲，上一口仲未咽落去，下一口已經塞入嚟。你望住佢食，你會莫名其妙咁感覺到一陣焦慮，覺得你自己嘅節奏被佢帶亂咗，覺得呢餐飯食得全身唔自在。咁樣我就可以負責任咁話你知，你哋喺生活同工作入面大概率都係唔合拍嘅。佢做乜嘢事情都催你，嫌你慢，嫌你磨機，你做乜嘢事情都嫌佢毛躁，嫌佢唔思考就亂動。呢種節奏上面嘅根本衝突係無法靠互相妥協嚟磨合嘅，它係一種生命底色差異，就好似一個是火車，一個是輪船，硬要放喺一齊跑，邊個都跑唔痛快。反之，如果你同佢食飯，你不自覺地放慢咗速度，覺得應該慢慢品，唔應該狼吞虎咽，或者你不自覺地加快咗速度，覺得食得快一點更暢快。呢種不自覺嘅同步，說明你哋嘅潛意識正在相互認同，你哋嘅生命節奏正在產生共振，你哋骨子入面可能係同一類人，有着相似嘅生命質地。呢種氣場上面嘅相合，比任何外在嘅條件匹配都重要。學歷、收入、家世呢啲硬指標喺同步率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。你喺飯台上覺得舒服嘅人，你喺生活裏同佢相處亦都唔會攰。你睇佢食飯覺得順眼嘅人，你哋合作起嚟亦都會順風順水。呢個就係飯台識人嘅最高心法。唔好聽佢個嘴講到幾靚，唔好睇佢朋友圈曬到幾精緻，就睇佢坐喺你對面食飯嗰時，你能不能同佢食到一齊去？聽到呢度，可能有人心入面開始打鼓啦。有人會諗，嗱，我改唔到我嘅食相點算？我從小就係咁樣食嘅，我食飯就係快，就係忍唔住想返餸，就係會撇嘴。難道我呢輩子就係咁樣？難道我就不能有真朋友嘅咩？非也非也，千萬唔好咁樣諗。我哋觀察食相，學習識人，最終嘅目的唔係為咗站在道德嘅制高點上去審判人哋，唔係拎住把尺去量邊個嘅筷子姿勢標準唔標準。我哋做呢件事最根本嘅意義係為咗認識自己，修正自己，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好嘅人。
如果你發現你自己嘅食相有些地方不夠得體，不必焦慮，不必自卑，更不必覺得自己低人一等。從今日開始，從你嘅下一餐飯開始，有意識地慢那麼一點點，有意識地多睇兩眼碗入面嘅米飯，將佢食乾淨。有意識地提醒自己，夾餸嘅時候唔好返夾到乜就係乜。有意識地等一等，坐喺你隔離嘅人，唔好一個人先動筷子。呢啲微小嘅動作望落唔起眼，但佢其實係喺度調整你人生嘅舵。你調整咗食相，即係喺度調整你嘅習慣；你調整咗習慣，即係喺度調整你嘅性格。你調整咗性格，你嘅氣場同運勢自然就會跟住變。食飯呢件看似微不足道嘅小事，其實係每個人每日都要做嘅修行。你連食飯都能修好，你嘅人生仲有乜嘢修唔好？最後送俾大家一句我特別相信嘅話：人生不過3萬日，一餐一飯皆修行。碗入面有乾坤，筷子底下有因果。你對待食物嘅態度，就係世界對待你嘅態度。你用乜嘢心去食呢餐飯，你就用乜嘢心喺度過你呢一生。願你從今往後食相好睇，餘生圓滿，台上有知己，碗入面有福氣。